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生育率在全世界调查面，数字化的情形过严重，将读到新学年度开学。各处 TV 所谓国小高中，如果讲讲无学生的来读个，学校可能会本认真并下。不过睇新竹县做白事的情形，都完全无相用，因为也只个都市发展改革，人口变加过多，而年跑嘅新人的人数也停论成长，需要起新的学校。兴隆同东兴国小如何在安尼嘅情形下真实的？不过新竹县政府沙提教啥唔前起好，甚至唔前发包出去，路线走先呢？事实到也两个学校嘅学生嘅，第一年爱去成功国中读书，第二年分配喺中正国小，特别六家国中寄托，变做流浪学生嘅，也产生嘅几多唔理偏，韩国嘅怪嘅情形。南北也群生人呢，爱去读国中，怕也会遇到同样嘅问题。安尼个简单，如算得出的硬题，如无准备能力，会睇我白么？8月30日係小學開學日，青島學生嘅歡喜去讀書。我新竹縣做白事，才有2間國小嘅學生嘅無提自家嘅學校度開學。韓國教育拳賽象徵10萬學習好讀書嘅拳項們。東興國小12年級嘅成員呢，簽署加中正國小嘅教師來舉行開學典禮。暫時安置在我們中正國小的學員生們、學生家長們，大家共同祈勉。第一個，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東興國小和新隆國小兩個學校一定要把它安置好。興隆國小開學典禮從來無說事，讓到學生嘅下下睇嗱。一條甜甜的聲音呢，讓人喜事愛睇6家國中好經驗，也已經係東興隆國小學生嘅第2年的流浪學習之旅。2年無自家嘅教師好用，還是引起家長強烈不滿。教育部國教司長國務長提開學人議去到現場表態關心。在少子女化的這個整個大趨勢之下呢，在我們竹北市來新設2個國際級的高規格的新設的一個國小，所以現在各位可能有短暫時間的一個不方便，可是在可預見的一個將來，各位的小朋友就是會在一個可以說是全國最優質的一個校園環境底下來接受我們的一個教育。興隆國小、東興國小2間學校嘅學生嘅做乜嘅為無學校好讀，變做流浪學生嘅呢？係因為做白事發展到國家，上海嗰度嘅人口上入去，尤其係食品里增加到韓國多。到今年10月底，食品里有8300人戶，23000人生人，超過為新竹縣、永林、王山、峨眉也七鄉嘅人口數。因為竹北的人口快速的成長。我們在8月10號已經達到4萬人口，這是一個準縣轄市的人口最主要在東區部分，我們這邊高樓非常的多那光實心里就有2萬多人那只有實心國小是不夠的。那麼我們也希望說縣政府這邊有規劃的這些國小以及國中的要盡快來這個新建。不然的話，我們這個小孩子是讀書是沒辦法來這個配合的做白事東區已經推出建案，高樓起嘅一棟又一棟，看得出來人口成長國家。
不过教育资源爱去教沙藤到人口成长嘅速度，食品里抢已经食品过少，实在系讲唔落按到位学生嘅。民国99年，新竹县政府规划实行嘅东县兴隆2间学校，来减轻食品过少超出学生嘅压力。不过民国18年教沙唔前起好，唔前冒出去，出现数学生嘅。东县兴隆国小嘅先生，高不将爱去成功国中读书，现生嘅小学1年生嘅学生嘅去国中读书，按奇怪嘅情形。国中、国小上课嘅时间无共用，会分差多，未造成嘅其他奇奇怪怪嘅现象，像係小學生無娛樂器材好教，去片數拗掉下，還會加一隻貼腳嘅相嘅，還有貼片設計細件嘅寫書台也掉。主要是遇到，那時候郵電雙漲流標了5次。delay 了大概半年的時間就是流標，每一次流標都要公告很長的時間所以流標加上減項2次，所以耽誤了一些時程所以造成我們沒辦法趕得上，在今年讓孩子們來進駐原本我們規劃是今年101學年度就應該要讓1、2年級先進駐了去教沙嘅時間好多位，成年嘅學習沙土唔得，喺成功國中冇辦法繼續加以等教沙嘅情形下。東建興隆國小嘅學生嘅竟然繼續流浪，分撇家重症國小屯6家國中來拖。韓國因為唔係提本單嘅學期內，縣政府可不將提供免費嘅交通車來接送成人嘅上下課。今年上班哪一位？5號徐國祥。好，上次至少這位置坐下，快點哦。跟阿公拜拜。來，哪一位？1年級讀成功技讀嘛，2年級又讀中正技讀嘛。這3年級說是要回東西嘛，但對小朋友說起來是一個壓力啊，因為他們在這個轉來轉去他們很不習慣啊。但是這次轉到中正又更遠了，我們家長實在要去接送都很麻煩啊。這是一個比較困擾的一點就是說在接送上，畢竟我們的學區不在這邊，所以需要一些距離，還有一些時間。但是為了小朋友的未來嘛，那我們只能接受。東建國小嘅學生嘅去重症國小圖，因為共用喺國小問題無安大。興隆國小嘅學生嘅去6家國中圖經驗，為到愛礙家長，學校咪真善忙，教沙加強安全設施之外，咪加設國小學生嘅愛用嘅片數同娛樂器材。我就是上咧溜台，加2隻溜台，苗嘅木咧。學生就咁對下來，我哋後背，跟住就木隻遊戲器材，本1、2年級嘅，大概遊戲器材大概聊，大概教，呢有隻動態嘅操場，小學大概可以跑步，可以上體育課嗰啲。總算有娛樂器材好教，成人嘅教導真蠻強。雖然兩教貼片調整嘅上下課嘅中上段時間，真唔會夠差，不過還係有1年生嘅學生嘅，我分唔清楚。來，快點，上課了，回教室。就算學校做硬多，流浪學生嘅家長還係改少，改無奈何。喺全無好錢嘅情形下，沒有家長樂觀地講，今年學校嘅環境已經比去年更好嘅。擔心是一定會啦，因為畢竟國中的校園，你再怎麼去改建那些設施，其實對國小而言還是不太適合。那而且跟國中生的相處，那以前在成功國中已經聽到有一些零星跟國中生因為作息啊，或者是一些習慣上，可能就會造成一些衝突了。對，那現在第一個要換的學校，第二個相處模式還是一樣，其實都會擔心啊。對啊，當然會啊，因為感覺學生就被踢來踢去。本來之前一開始入學收到通知單的時候，還到那個成功國中，結果過了沒多久就告訴我們換到6家國中，我們也很意外，怎麼被踢來踢去？那感覺很不舒服啊。當然會有一些麻煩啦。可是我覺得成功跟這邊的話，以這邊環境來講，大致上我覺得這邊比成功還好。
那因为小朋友一出来就在一二楼嘛，最高就在2楼而已，所以一出来就有操场、有绿地可以玩。我觉得这边原则上是比成功还好啦。天内上课很多啲年外嘅聲音呢，無限出現，咩無奈何彼此，甚至分唔清楚國中同國小有乜嘅所長。要在國中讀書啊，你自己覺得怎麼樣？不知道哎。那你去學校還 OK 嗎？OK。其實對他們而言的話，因為他們從上學開始就是在國中讀書，他們不知道所謂正常的小學是什麼樣子的。對啊，沒有操場，沒有溜滑梯，對他們說搞不好，他們都覺得這是應該的，因為他們以前的生活範圍就只有學那個教室裡面，那偶爾下課能帶他們下去活動一下，他們就很高興了。天龍東興國小嘅教室總算提前嘅13、16通工，按照明年9月，一條學生嘅流浪嘅命運就會結束，為提自家嘅學校快樂學習。所以未來我們可能就是要再加緊腳步，讓這個我們的校舍在明年的時候要讓我們完工進駐哈，至少在明年的時候1、2、3年級哈，因為現在是1、2年級哈，明年可能會在這一個年段的新生進來哈，至少1、2、3年級一定要完成這個進駐的工作哈，讓孩子們就是到自己學校上學。我看到陸下順係會太流見喜，連沙見來見到，加條流浪學生嘅嘢家長難免受騙睇等。聲音呢托貴中係唔係要會讀到同樣嘅問題，要會限少南北流浪或係欺騙上嘅麼？很奇怪呢，因為這邊的學生哦，那人口增加得很快，那個學校為什麼沒有同時提早蓋起來？等到學生有了，你現在你看。國小不夠，以後國中也是會不夠。不用等到我那時候，我覺得在這1、2年來，這個事情就會一直陸續在上演啦。就國小就算你解決了，國中目前看起來沒有新的學校在蓋啊。雖然說縣政府它有規劃說要蓋一個類似好像文中醫的樣子，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是都還沒有動嘛。那可是事實上，成功國中已經爆量，所以這個問題是在應該是近期的1、2年就會發生。喺少子化嘅時代，做白是冬天人口暗多，電都需要實現嘅學校團業無同樣，呢變咗新竹縣政府難提頭嘅問題。那至於國中的部分呢，我們可能會先把6家國中來增加這個校舍哈，因為它目前借給這個興隆國小就有10幾間。好，未來也可以作為疏解我們竹北東區的國中生，如果沒辦法進到這個仁愛博愛或是成功國中就讀的，也可以到我們6家國中來就讀哈。我們現在也有個文中醫也在規劃當中了哈。不過看看我們要估這個量，因為我們也很怕設了以後會不會跟其他縣市一樣，過2、3年以後又有少子化的趨勢哈。其實哈，這個幾乎每一個城市都遇到這樣的問題，在早期台北市都遇到過，高雄市幾乎是5都6都都已經遇到過，所以這一方面經驗我們是蠻豐富的。一方面我們會來調整這個相關的一個學區的一個規劃了哈，那一方面呢，我們還是會貼近這個家長的一個需求。東興國小校舍新建工程，好，這個總共有5家廠商投標哈。3家廠商投標，這個組合總共好，現在先開標的。去當流浪學生，經驗豐富，用為教室唔前氣候就招生咯。今年讀小學1年生嘅成人呢，是有為學校有6年好準備，用嘅行為可以等愛去流浪咯。政府係講有財票做出地，我就曉得邊扣，就唔會可以知道是有學校嘅時節，政府能見胖胖嘅愛去，冇愛嘢要錢財就飛高，教育係8年太嘅，政府強係硬氣，就未記唔存差。